正道永远会较久。请曾牧师。所听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来信耶稣遮尔久，对咱初信到今仔日，亲爱的姊妹，请问你敢有得到永远的确信？就是讲，主啊，你是我满足的喜乐，是我永远的福气。人实在是未相信，但是咱的上帝是永远无对咱，互咱失去信心。抬讲这就是一种伫听候中间重建信心的礼拜日。抬讲这就是伫噩梦听候的中间来听候上帝搁一届，互咱的生命力上加力，运上加运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，咱同心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来到你的至圣所，亲像2000年前遐个来朝见主耶稣的故样的，亲像对当来的朴素。2000年来，基督徒拢咧听候主耶稣一摆搁一摆。伫人的生命中间，正做生命的真光。主，阮听见你甲阮讲的话，你要用永远的听来听阮。伫人的生活中间，阮常常失去信心，因为当阮满嘴讲我爱你，但是人甲人中间的听，其实是无久长。伫面人的上帝，当阮听见你讲，你要用永远的听来听阮的事，这些是阮未通了解，但是却是心内充满渴望的期待。伫今年的圣诞节抬讲这个事，阮阁定心布置，准备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。主耶稣，你为着每一个阮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你，搁一摆来到阮的生命中，因为你是天父上帝所应允永远的确信。我嘛伫你的面前用祈祷讲，主耶稣，阮要对你到一生的路尾。虽然阮安尼讲出的是心内胆有惊吓，无确信，但是我是信实的。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听你的罗卜的祈祷，互阮众人同心的礼拜，请做一个，互上帝你圣神搁再充满的圣主日。主对阮讲话，互拄久的人醒起来，互失志的人欢喜跳跳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是甲你面对面。你对天降临，你对门外拍门，你进入阮的生命中间。因为对少年到今仔日，你拢无互我失望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安尼讲，阿门。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主，阮静静徛伫你的面前，主求你将历代先知因所写伫圣经内底的话，今仔日讲互阮听，互阮知影，其实你的应允，对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开始，到今仔日，你的应允无空空。主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的灵魂体拢得到坚固。阮将阮的心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对阮讲话，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抬讲这是什么种的日子？咱的信仰的前辈自从耶稣基督离开世间了后，因当年拢咧听候主耶稣的再临，因为主耶稣甲伊讲：“我离开恁，要到天顶，甲恁备办所在，我要搁再来。”所以抬讲这不但是咧纪念2000年前
伫伯利恒出世的主耶稣，太降节嘛是咧听候，咱所敬拜的主耶稣，有一日有一个新生的时刻，搁一摆对天降临。听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，我毋知恁有同意吗？咱甲上帝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、赏赐我。有外人在，原来一摆，咱感觉不耐烦，咱甲主讲，害互我等遮尔久，对无？听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，但是听候是一个足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太降节就是伫噩梦中间的听候，在指望当中有盼望。这个盼望，圣经原文也卡，伊的字根就是听候。所以噩梦就是听候。亲爱的姊妹，要真侪成熟的基督徒，必然会经过一种的操练。就是伫祈祷中间的听候，耐心听候，常常噩梦，常常祈祷，和上帝讲，甲上帝讲，主我安尼期待，但是照你家己的时间，毋是照我的时间。亲爱的姊妹，愿每一年的太降节，拢帮助咱的信仰得到成长甲进步。所以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要用安尼来做祈祷讲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诗篇100篇第6节。耶和华是信实的，今仔日个题目叫做永远的证据，永远的确据，永远的应允。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有啥物是永远的？老爸甲囡仔讲，爸爸一定做你的后盾。但是做事大人的人，咱知影，咱讲这句话，无代表咱一定会通安尼做。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无法度确信的。我讲一个真互咱感觉，这个时间会震撼咱的。人死了后，连伊家己要穿什么衫，做个别色，伊都无能力，对无？人伫最后的时刻，什么人咧甲伊换衫？人连这种的代志都无法度确信，那安尼人算做什么？主耶稣讲，信我的人，在今生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恁敢有相信这句话？主啊，我相信这句话是一个形容词，还是讲主啊，我相信你永远的确信。就是对今仔日到永远，所以伫我今生今世，我要看见代表的祈祷讲，主啊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伫你的遮有永远的福气。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幸福是什么？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末提醒咱，有一种的功课，就是伫将来，当你目睭瞌困去的时。你无搁再烦恼，你要穿什么衫？因为倒伫迄个棺木内底穿什么衫，对咱来讲拢无路用啊，对无？但是咱有一个确信，当时当我目睭开去的时，主耶稣要用伊的荣耀的白衫，就穿伫我的怀抱，就亲像我出世，老母用穿去的婴仔的衫甲我穿咧，然后老母就甲我抱咧。甲我笑命命讲，我的心肝宝贝，永远的确信就是咱相信，上帝要将这个永远的愿望赏赐予咱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愿圣神对你讲话，对我讲话，对咱讲话，愿圣神予咱有智慧，特别予少年囡仔。少年囡仔上重要信仰的功课，就是伫上帝圣经、上帝话顶悬找到一种的智慧，就是伊对伊少年一直到退休，拢有路用，对无？有甚物人会当伫上帝圣经的话当找到一种的智慧？
就是当伊少年咧找到伊的人生的标杆、人生的目标。上帝给伊一个智慧，伊找到一条路是一世人唔免换跑道，而且迄种的智慧永远甲伊相甲伫地，直到伊退休，永远无代志。迄个智慧永远是伊的亮光。愿天父上帝怜悯手术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纯粹双手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你活命的话，因为你活命的话有真侪，我虽然有读，但是我并无真正明白甲得到。就亲像上帝讲，我要永远的听来听你。或者这句话敢捌伫你的一生中间，真多，无论透风落雨，伫实际的中间，你拢永远确信讲，无任何打击会通互我拍倒伫土里。两者无亏难，愿主帮助咱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是上帝的宝贝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我确信，主我确信，主我确信，无论什么代志、什么人，拢袂通假当你对我的听。或者对家己讲，我确信。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，咱来建立，互上帝话真做咱生命的照盘，互上帝话真做咱生命的开展。今仔日的金句讲：设使我若失信，设使我若小信，总是我的上帝永远无辜负我。伊的金句安尼讲。我纵然失信，他仍然可信。失信这个字叫做apistos， faithful 通相信就是信息的上帝，伊的字叫做 pistos。所以这两个字其实是同字，一个字就是信息的，一个字就是伫信息的头前佫放一个 no， 无信。英语的圣经甲伊翻做小信 faithless， 伊伫咧信的后壁加一个 less， 就是无还是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的前辈伫2000年前，因就将这种的信心放伫希伯来书。这个希伯来书是咧回应所有旧约的经文。希伯来书就是犹太人经过2000年前到主耶稣了后，因对犹太教变做基督徒，然后因将因2000年来祖先的信仰重新做反省了后，因就写伫这个希伯来书的中间。无人知影这个作者的人的名，但是统称叫做希伯来书，就是希伯来书对旧约的信，因为耶稣基督进入新的改变，新的约。在这中间讲，设使我若对上帝无信心，但是伊犹原是上帝，伊无互我失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我64年来我的感觉。我的父母介绍我认捌耶稣基督，我的父母教我读圣经，一直到今仔日。其实这个今仔日的题目就是我的见证。我的上帝对我少年到今仔日，拢无互我失望。我要送互兄弟姊妹，原来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，原来的人生拢伫主的面前。咱甲主讲，就算做我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就算做我失去了所有的气力甲信心，但是阿爸天父，你永远无离开我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的教会真侪伫这个世代噩梦的记号、信心的记号，咱同在伫面主耶稣的面前。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带来这种的应允的主，所以今仔日新约的金句、新约的经文安尼讲：
主耶稣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都是阿们。主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伊拢是阿们，拢是都是是，这个是就是阿们信息的意思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咱的软弱交予主耶稣，得时不得时，咱拢相信，咱的主耶稣是咱的依靠。所以今日这个圣经讲，我世事失信，伊犹原可信；我世事软者小信，信心软弱无够强。但是我的主耶稣要当我极其软者时，甲我破掉咧。伊甲我讲，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个礼拜，过一摆。互每一个所听的弟姊妹，咱的信心调跳，咱重新找倒来咱的软者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信心，这个信，这个意思，圣经叫做 pistis， 牧师甲恁讲过几啊摆，有时翻作道，就是道理的道，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信用，英语该翻作 faith， 信心。但是伊原本的意思，牧师捌解说过，搁一摆复习。这个字就是上帝神圣、圣神神圣的口恳，圣灵神圣的劝告。这个字本身有一种拍开气水，噗，迄个气水冲出来。意思当是上帝圣神啊，伫咱的内底，迄个上帝神圣的智慧、神圣的能力、神圣的迄个知觉、感觉、意识形态，所有思想，自然而然对咱的内底走出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的圣经两段，今仔日的启文一段，今仔日所有3首的圣诗，无包含上英。结连做伙要真做一篇的讲道，所以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经文有2个主题。第一，咱的上帝是永远伫地的上帝，伊永远无改变。大山要改变，人的性命要改变，独独耶和华直到永远，伊永远无改变。愿天父上帝，伊就是安尼上帝。这个无改变的上帝，伊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用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伊带来伊的永远。伊讲，主耶稣内面所有的一切永远，拢是阿们。保罗讲，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上帝所互人类的永远，拢是信实的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读这段圣经。天地拢要灭亡，都到咱的上帝要长存，永远存在。天地要亲像外衫对新甲旧，伊要换新天甲地，天地要改变，独独咱的上帝无改变，伊是永远伫地，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所以听弟姊妹，伊若毋是安尼，伊就毋是上帝，因为上帝。甲以色列人讲，我的名叫做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，伊的意思就是无起头，无煞尾。所以有时咱读到圣经讲，你是阿里法，你是欧米伽，应该是安尼讲，你是阿法，你是欧米伽。阿法甲欧米伽是希腊文的头一个字母甲上落尾字母，所以诗人用这句话来象征，你是头一个。你嘛是上落尾，所听的弟姊妹，咱所咧敬拜上帝，个人甲这个世间所有的上帝无共款，因为伊毋是先天大地，所有的上帝甲咱的上帝无共款。检查有的人敬拜先天大地，因心中嘛有安尼想讲。这个先天大地甲关公无共款，甲妈祖无共款，伊应该嘛是一个无起头、无煞尾的上帝。
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咱唔免甲人搭嘴角，嘛唔免看轻别人的信仰甲咱无同款。但是要有一种的快乐，就是我相信上帝你真正无同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主耶稣的降生何等的无简单。今仔咱所听的启应文讲，有一个婴仔要为着恁出世，迄是耶稣要出世进前700年。耶稣要出世进前700年，有一个先知，750年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，伊就有一个感动，将这个话写起来。有一个婴仔要为着世间人出世的名，要叫做全能的牧师，永远伫地爸。对，700年后主耶稣，伊个人就是用以赛亚内底所有的预言所讲的，就来到咱的中间。今仔日咱相信主耶稣，所以2700年前的以赛亚，2000年前的主耶稣，今仔日的主耶稣，伊本身就会当证明讲，伊2000年、3000年拢总无改变，伊是一个永远伫地、永远的确信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这才是奥妙。有什么人会当断定3000年后的代志？无人。都独上帝，所以以赛亚伫伊第9章第61安尼讲，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圣婴仔要赏赐互恁。阿们。这就是今仔日咱叫做基督徒最大的脚步。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其实拢是定心听候，拢是定心用感恩的心。然后迄个听候，毋是要听候迄个假的红婴仔倒伫迄个假的马槽内底，毋是。咱是要听候迄个主耶稣是再临，上天国外主耶稣搁再临到咱的中间，这是愿望。所以今仔日的题目是一个信心的观念。我的主耶稣就是上帝永远的确信，迄个凭据。所以保罗讲，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上帝所有的应允，拢的确成就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是什么种的确信？救恩、信息、主爱、怜悯。救恩、信息、主爱、怜悯。时间无够个，从所有完整的信息，拢伫一届短短的30分、40分的讲道的内底，牧师甲恁分享甲解说。但是救恩对你来讲是什么？救恩的意思，就是伫我人生中间，我做未来。我也不配，但是上帝因为伊会听白白给我。信息是什么？信息，咱常常咧讲阿们，阿们就是信息啦。我心所愿，上帝照安尼成就，阿们，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无够格的信心，伊的信心进入恁的生命内底。直到有一日，你的心无论透风落雨，拢无受摇动，好吗？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保守我的信心。人生中间无论拄到心中的情境，主，互我无惊吓，互我无焦虑，互我就亲像伫你坚固的石板中间透风落雨。我嘛永远受你的保守，主啊帮助我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，上帝所有的应允，无论什么，伫耶稣基督内底拢是阿们。兄弟有水无这个话？所以咱若真正明白圣经的话，任何的一个感动、一个直觉、圣神的启示来到咱的生命中间。咱若真正认捌上帝的话，这话就直直走出来，直直走出来，直直走出来，互咱成做一个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能力的人。但是今仔日圣诞节最主要的主题就是，主耶稣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就是基督。
就算做我死，嘛利益有福。有什么人会当这样确信讲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？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你们都是小耶稣，好不好？但虽然未看见，但主耶稣你若踮伫我的内底，我唔免表演，自然而然主耶稣你的荣耀就走出来。基督徒唔是用表演的，基督徒是因为主耶稣将伊的活命放伫咱的内底，所以保罗讲，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真做新创造的人。奉主耶稣的性命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恁伫基督内底的生命，唔是戴着假面具，是真真正正主耶稣将伊荣耀的活命放伫恁的生命中间。我最爱这句话，因为伫英语的经文顶悬，圣经安尼写 ：God never faced me， 后壁佫加一个 yet。God never faced me， 就是上帝决断无互我失望。我的阿公甲我讲的上帝是真的，我的爸爸甲我讲的上帝是真的。我伫我一生的年日中间所经验这个上帝，嘛是照圣经安尼讲的。后壁加一个 yet， 迄个 yet 的意思就是直到今天。直到今天，所有圣经安尼讲的话，拢无一句无信心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经历放伫咱的内底。所以伫今仔日的中间，我要用今仔日用保罗另外一句话讲：我世事我纵然失信，但是伊犹原信心。愿天父上帝的信心，就是这个 pistis。就是神圣的劝勉，也是讲神圣的悸动。悸动就是伫上帝的面前有一个敬畏、惊吓、哑口无言。这就是一种的神圣的，互上帝神圣掠掉的事。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，伊感觉我不应该继续啊，我不应该随便啊。所以伫上帝神圣掠掉的时阵，迄种神圣的感动，愿这种的祝福永远甲咱撒合伫地。愿这个主耶稣，照着今仔日的圣经讲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，拢是同一样。耶稣基督对永远到永远，拢是阿们。愿主耶稣甲咱撒合伫地。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两个圣经内底所互咱的真要紧的智慧。第一就是坚持，咱一生的所有的应允，拢是主耶稣。咱的上帝通过主耶稣，早就已经甲咱陪伴。愿咱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咱看见上帝永恒的确据。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感谢你。所以伫圣经中间有真侪话。若要用起来讲起来，咱会用足长时间来欢喜条条讲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早就安尼清楚讲。用我就讲一句话：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他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疼世间人，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因通得到永远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永恒的确据。咱的生命要因为主耶稣无同款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为了耶稣改变你的生命。咱信耶稣了后，生命若无改变，无才讲。你永远会当安尼，你永远当坚持你的想法，你的固执，你的主张，甚至你嘛唔知。但是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互主耶稣改变咱的生命。上帝疼世间人，这就是一个永远的凭据。对照倒去到圣经，圣经讲：我要用永远的疼
听你，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所以主耶稣带来上帝的听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救恩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怜悯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圣洁甲荣耀，主耶稣嘛带来上帝伊的信息。所以圣经讲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讲分别为圣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甲咱的一生有关系。主耶稣的主耶稣降生的日子，毋是甲咱今生今世有关。主耶稣的降生是甲将来永远有关系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你捌安尼讲过。既然相信你的人，要伫今生得百倍，伫将来得永远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有人讲耶稣嘛讲轮回吗？是安那耶稣讲伫将来来世得永生呢？来世的意思不是第二次的生命轮回，不是。来世的意思是讲，那将要临到的天国。来世的意思就是。来世的意思是指将要临到的上帝国，上帝将来世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无轮回，人的一生只有一摆，人的今生影响将来。所以愿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的话通明白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应允，人短短的100年，人没有永远的活命。今仔认真生活的人有福气。因为今仔日咱所结的果子要荣耀天父上帝，咱今仔日认真敬畏上帝的人，要真侪上帝的证据吸引伫咱的心中。有一日对于咱天父上帝的家，天父叫伊的萝卜讲，应该安尼讲，天父无叫伊的萝卜甲咱开门，阿爸天父要徛伫伊的门外，甲咱讲，我所听的囝子。我欢喜，你倒来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上帝所讲一切应允，拢是阿们。所以，愿咱伫神的内底，无论怎样，永远坚持。无论你有了解无了解，你拢幸福伫上帝。因为伫咱初浅的经历的中间，上帝互咱经验，伊永远无辜负咱。所以，就算做咱无法度参透上帝一切奥妙，咱嘛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是什么人？我要凭什么用理性来认捌你一切奥妙？主啊，互我谦卑伫你的面前承认，我的智慧、我的能力、我的思想拢无够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本身就是拯救。上帝本身就是慈爱，上帝本身就是怜悯，上帝本身就是正直甲信实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都爱到今仔日的祭祀，咱来听候什么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一生在听候什么？听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一开始，我甲恁分享我的困难，无论为家己祈祷、为教会祈祷、为着囡仔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有时祈祷是一个听候。咱会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敢无听我吗？上帝，我知影你一定听我的祈祷。但主啊，敢会当较紧呢？对无？咱有共款的感觉无？有啦，咱的确拢共款。逐摆咱祈祷了后，咱拢亲像真期待讲，亲像去遥控器啊，电视甲开咧，啪一个，电视就随开始演啦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听候就是在盼望当中有指望。所以诗篇，主啊，我咧听候什么？主啊，我咧听候什么？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做礼拜，你带着什么种的脚步来到圣殿呢？
你到底心中的祈祷要迈向明年的新的一年咧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咱摇头，甲主讲，主啊，我一切噩梦拢是你所必办。所以咱就会记得圣经讲，耶和华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必办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想象袂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拄则无事，甲咱解说一摆，即摆阁解释一摆。我的指望在于你。这个指望言语直接翻做 hope 盼望希望，但是这个字本身伫犹太人的字，这个字本身伫圣经旧约的希伯来语内底，伊的字根是来自于等待，所以这个字的本身的原文的意思，除了会当翻做希望以外，伊嘛会当翻做天后，所水的这个字，所以当帮助咱学习这个天后的功课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第二个坚持就是，你一定无互我失望。或者你相信吗？咱做父母的人，有时咱会互咱的囡仔感觉失望，但是上帝是完全的天父，伊是咱天顶的上帝。虽然咱叫伊做天父，但是伊是上帝。所以，伊的话永远无改变，伊嘛无失信，就是无辜负咱。我咱伫今仔日，咱明白圣经讲遐尼多话，什么上帝的话无空空啦，会记无？几礼拜前无说咱拄讲到了，咱礼拜中间咱讲上帝无讲，无上帝不说空话，上帝无讲迄个凊彩讲的话，上帝永远无空空。伊真正意思就是，上帝说话算话，说到做到。背起来，兄弟姊妹，用安尼坚持讲，我的上帝是一个说话算话、说到做到的上帝。伊暂时我的祈祷无照安尼做，无代表上帝说话不算话，无代表上帝说得到做不到。我的上帝伊若无安尼照安尼的意思，一定有伊特别的旨意甲伊的意思伫咧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不是戆信，这是一种超我的信心。若不是信心，无人愿意安尼相信。愿天父上帝信心怜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真做这种，伫外人看是看是空，戆信，但是咱知影咱的信心命。所以保罗讲，看似一无所有。各位咧，阿们嘛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说话算话、说到做到的上帝。所以外人看似一无所有，但是上帝却是样样都有。所以彼得才敢甲人讲：经文我拢无，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互你背起来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经文咱有，但是更加要紧，咱没有主耶稣基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伊的话是信实的，伊的话无空空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相信你永远无互我失望，主你永远无辜负我，但是是照你的旨意。不是照我的旨意，因为我的主耶稣有甲我讲，这个杯若通互伊离开我，苦杯哦，不是福杯哦。咱若甲主讲福杯离开我，哇惨啊！咱拢甲上帝讲福杯满溢，但是主若通互迄个试探离开我，因为这是主耶稣早的应允，伊知影，所以。就算做咱小信，但是咱的上帝永远信心。圣经伊都用英语的两个字，共一个字根叫做信心 （faith）， 一个叫做 faithless， 一个叫做 faithful。信心就亲像一块杯啊，然后上帝，伊就是 faithful， 就是满满的。但信心若无有信心，这个杯啊就亲像空的，伊的英语叫做
faceless， 就是无教育空空，填满我，填满我。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无失信、永远无空空、永远无辜负咱。上帝说话算话，上帝说到做到，你相信吗？咱我手伫咱的心来讲，上帝我相信，上帝我真正相信，上帝你说话算话，你说到做到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。主耶稣，你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主耶稣，你不但伫阮的教会，伫你的圣殿内，主你嘛伫我的生命中。主耶稣，你充满我，找牵我到逐所在。今仔我所行到的所在，人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家己的荣耀，你一切美好。主耶稣，求你充满我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圣的耶和华的基督，请你怜悯我，进入我的生命中，奉你家己的圣名求，阿们。